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《高高講韓語》。又到了民主我來教大家做料理嘅時間咧。今日民主我來做2個，你看2個馬薩巴，沒有錯。虱目魚也是我們今天要學的第一個單字哦，就是馬薩巴。接下來呢，我們就來把它放到我們煮滾的水裡面嘍。好，現在呢，我水已經煮滾，我也把我們的薑放進去，讓它煮出味道。剛好趁水這麼滾，我想到可以教大家講一個形容詞，就是很燙。很燙的客家話呢，就叫做燒爐爐個，燒爐爐個，聽起來有點可愛，對不對？其實會蠻好記的。好，接下來呢，我要把我的秘密武器鳳梨豆瓣醬放我湯頭裡面去，待會湯就變很好喝嘍。好，我把我們的馬薩巴放下去嘍。趁這個時候呢，我們一起來學一整句的客家話，就是魚湯很燙，要小心喝。客家話講法就是湯燒爐爐個，食嘅時節愛好鮮。湯燒爐爐個，食嘅時節愛好鮮，真的要很好鮮哦。待會請施志源幫我們品嘗看看嘍。其實呢，這個馬薩巴煮湯啊，應該是人人都很喜歡的。今天呢，我們請到一個美女試吃員來幫我們品嘗看看。還 OK 嗎？其實它煮法很簡單，但是呢，其實我們今天要學的這句客家話有一點可愛，叫做魚湯很燙，要小心喝。湯燒爐爐個，湯燒爐個，食嘅時節愛好鮮。食嘅時節愛好鮮，愛好鮮。湯燒爐爐個，食嘅時節愛好鮮。謝謝你，給你獨享。Hello， 各位觀眾朋友們，今天一起學做這個虱目魚湯哦，它真的很好下手，很好做，而且非常的營養哦。當然了，我們認識新的詞，一起來複習一遍吧。來看第一個詞就是虱目魚，馬薩巴，馬薩巴。第二個這個形容詞呢，就是很燙，燒爐爐個，燒爐爐個。第三個來學到一整句話，就是魚湯很燙，要小心喝。湯燒爐爐個，食嘅時節愛好鮮。湯燒爐爐個，食嘅時節愛好鮮。哦，魚湯真的很燙，食嘅時節愛好鮮哦。我們下次見哦，拜拜。